可以同屋企人食下聖誕大餐啦，咁但係因為其實每一年食聖誕大餐都要出去 book 咧，其實都比較麻煩啲。第一就真係 book 位係非常之難嘅一件事，第二就係我屋企人食嘢都比較，我屋企人食有一個習慣就係一路食一路講就係話自己煮都好食過出邊。真係㗎？咁啊就永遠都係咁自己煮都煮到啦，咁所以其實我都話，如果係聖誕節佢哋唔嫌辛苦嘅，佢哋自己煮都好嘅，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喺屋企食點樣都好過喺出邊食嘅嗰個感覺溫馨啲。放假之後，古仔會拍賭 Sir 嘅新戲，同舊拍檔同佢傳過緋聞嘅 Sammy 再度合作。嚟緊應該下個月到就開始拍嘅。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冇同 Sammy 合作過啊，會唔會都好期待同佢合作咧？係咯，因為都好耐冇同佢拍嘢啦，呢個一啦，二就係其實拍以外嘅嘢咧，我就唔理啦，今次我就專心拍好呢部戲啫，就咁簡單。係，因為咧，即係嗰套戲未開始拍咧，已經有啲嘅傳媒開始炒作你哋嘅緋聞，會唔會覺得都好煩下咧？我都係專心拍嘢啦，其他嘢